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拆局最前線。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單新聞，大家睇落以為只係入油貴咗少少咁簡單，但其實水好深，背後牽涉嘅利益關係同埋政策矛盾，可能遠超你想象。到底葫蘆裏賣咩藥？點解油價一升就有人跳出嚟叫政府用公帑補貼？等我哋一齊拆解。最近呢幾日，相信有揸車嘅朋友都叫苦連天。點解？因為香港嘅油價又再創出新高。受中東局勢，特別係伊朗同以色列嘅衝突影響，國際油價狂飆，紐約原油期貨一度飆升超過20%，創下2022年7月以嚟嘅新高。翻到嚟香港，影響立竿見影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喺電台節目度爆料，話今早特級無鉛汽油價格已經高達每公升32.39港元，而柴油亦都升穿30港元。大家要留意，李會長仲話，其實油公司而家賣緊嘅仲係早前入貨嘅平油，但近排已經每日加價少少。佢預計本週中後期新一批從新加坡到港嘅汽油會貴好多，到時油價可能會有一個即時嘅急升。面對呢個加價海嘯，汽車會就提出咗一個極具爭議性嘅建議，促請政府推出暫時性舒緩措施，例如減少無鉛汽油抽稅，甚至向公共運輸公司派發油券，等佢哋可以頂一頂先。聽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好奇怪？油價貴，點解要政府埋單？用你同我納稅人嘅錢去津貼，呢個做法到底合冇合理？今日我哋就同大家深度拆局，揭露呢項倡議背後嘅嚴重政策矛盾。更可怕嘅係，中東戰火已經燒到天然氣市場，全港市民嘅電費單隨時面臨大幅加價，通脹骨牌效應一觸即發。首先，我哋嚟拆解下派油券同減油稅呢個建議。講真嗰句，我個人嘅睇法係呢個建議表面上係幫市民同運輸業界紓困，但實際上係慷納稅人之慨，甚至係本末倒置。大家試下企喺政府個角度諗，香港政府一直以嚟嘅交通政策係咩？係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，減少私家車數量，從而減輕交通擠塞同空氣污染。政府對無鉛汽油只收高達每公升6.06港元嘅燃油稅。目的正正就係要增加揸車嘅成本，抑制車輛使用量。如果而家因為國際油價上升，政府就走去減免油稅，甚至派油券，咁即係變相鼓勵人揸車，完全違背咗一直以嚟嘅環保同交通政策。再者，香港嘅公共交通網絡咁發達，點解要用全港納稅人嘅錢去補貼一小撮揸私家車嘅人？呢個喺資源分配上絕對講唔通。至於話補貼公共運輸公司，聽落好似合理啲，但大家唔好忘記，政府已經有各項補貼計劃，例如長者2蚊乘車優惠、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等。如果再額外派油券，只會令公帑開支百上加斤。更何況油價上升係全球性問題，如果每次油價升，政府都要補貼，咁個無底深潭點填得滿？其實我覺得最核心嘅問題係香港嘅油價結構本身就極度冇透明。講到油價，就不得不提香港油公司一直被詬病嘅加快減慢問題。每次國際油價一升，香港嘅油站就即刻跟住加價，反應快過打針。但當國際油價回落嘅時候，油站減價嘅速度就慢吞吞，甚至減幅遠遠追唔上跌幅。油公司每次嘅解釋都係一籃子因素，話香港油價包含咗地價、人工、運輸成本等等，唔可以單睇國際油價。但係當國際油價升嘅時候，呢啲一籃子因素又好似突然消失咗咁，油價就單一跟隨，國際油價急升。呢種雙重標準真係當香港市民係水魚。消委會曾經分析過長達7年嘅價格數據，發現本港汽油價格雖然冇出現明顯嘅加快減慢，但長期存在加多減少嘅現象，即係話油價上升時加幅較大，回落時減幅相對較少。呢個現象令到油公司喺油價波動中，往往能夠賺取更豐厚嘅利潤。如果政府喺呢個時候推出派油券或者減油稅，最大嘅得益者係邊個？好大機會就係油公司，因為油公司知道政府有補貼，就更加冇誘因去減價，甚至可能趁機將價格維持喺高位，將政府嘅補貼落價。咁樣做只會令油公司更加有恃無恐，繼續剝削香港市民。如果你係政府，你會點做？係咪應該趁呢個機會加強對油公司嘅監管，要求佢哋增加定價透明度，甚至引入更多競爭，打破寡頭壟斷嘅局面，而唔係盲目咁用公帑去填補油價上升嘅差額？油價高企，受影響嘅絕對唔止揸車嘅朋友，更恐怖嘅連鎖反應即將殺到埋身，就係全港市民嘅電費單。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，香港發電主要係用煤同天然氣，關油價咩事？錯啦！
其實國際能源市場係息息相關嘅，中東戰火持續，唔單止影響石油供應，亦都推高咗天然氣嘅價格。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就警告，中東等地持續衝突，令油價升幅帶動天然氣價格。香港部分天然氣來自中東卡塔爾，佔整體能源組合約12%，主要涉及港燈嘅能源供應，所以香港電費好大機會會受到牽連。咁就大鑊啦！大家睇真啲份電費單，香港嘅電費分為基本電費同燃料調整費。基本電費係固定嘅，但燃料調整費就係按實報實銷機制由客戶承擔。雖然根據機制，燃料調整費有滯後效應，反映嘅係過去3個月嘅平均實際燃料成本。因為今年1月同2月國際能源價格較低，所以3月同4月嘅電費暫時仲頂得住。但係如果國際油價同天然氣價格喺3月持續高企，呢個升幅就會喺5月嘅電費單度完全反映出嚟。到時全港市民都要硬食呢個加幅，電費加，百物騰貴，餐廳、商鋪嘅營運成本增加，最終又會轉嫁落消費者身上，引發新一輪嘅通脹骨牌效應。呢個先至係最致命傷。面對呢個困局，政府同電力公司必須要及早籌謀。電力公司應該審慎管理燃料成本，盡量減低對市民嘅影響。而政府亦都要考慮點樣喺大環境惡劣嘅情況下，保障基層市民嘅基本生活需要，而唔係將焦點放喺極具爭議嘅派油券上面。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有冇同感？香港嘅生活成本已經好高，而家連入油同交電費都要擔驚受怕。我個人認為，面對全球能源危機，香港作為一個高度依賴進口能源嘅城市，其實係非常之脆弱。我哋冇可能控制國際油價嘅升跌，但政府絕對有責任去理順本地嘅能源市場結構。與其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咁去諗派油券，不如痛定思痛，徹底改革油價同電費嘅監管機制。例如係咪可以要求油公司公開更多成本數據？係咪可以引入更多新能源汽車，減少對傳統燃油嘅依賴？大家點睇呢個局？你贊成政府派油券嗎？定係覺得油公司加快減慢更可惡？你又擔唔擔心5月電費會大幅加價？今日嘅拆局就去到呢度。對於油價破32港元、派油券爭議，以至即將殺到嘅電費加幅，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？你覺得政府應該點樣拆彈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下，一齊討論下。總括嚟講，呢單新聞絕對唔係表面睇咁簡單，背後牽涉嘅係深層次嘅政策矛盾同民生危機，真相往往出人意表。我哋拆局最前線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事態發展，為大家帶嚟最深入嘅分析。多謝大家收睇，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拆局最前線，撳埋個鐘仔，保持清醒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